后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苗栗县一个31岁白牌仔车的司机，伊是世界真怪奇。了解结果，原来凶手是伊深夜所载的迄3个啉酒醉的乘客。都敢若因为其中一个人要来增加着载送的地点，啊，这个驾驶讲要来加钱，因正不满，就甲这个驾驶活来拍死。啊，这3个人拢真有来历哦，一个是代表会主席的翁婿，一个是起厝的头家，一个是地方的望族。31岁白牌车司机倒伫大路中央，伊的车的边仔经过急救嘛是无效，伊的头壳有外伤，解剖了发现讲脑部灌水出血，检方怀疑讲伊是互人拍死的。这个驾驶伫出代志进前，到一间卡拉 OK 载3个啉酒醉的人客，检方就认这3个人有真大嫌疑。穿浅拖、扣手铐，这个是姓黄嫌犯，是人客之一，嘛是后人一名知名代表会主席的翁婿。同时，甲姓郭建商、甲当地一个好业人姓沈的查甫人做伙去饮酒作乐，3人叫一台白牌车，本来车钱拢讲好啊，不过到姓黄嫌犯因兜的时，其他2人又搁要去别个所在，驾驶要求要加钱，3人真不满，就出手甲拍。被告3人涉犯刑法的伤害致死罪，这是最轻本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。那他们在过程中有灭证的行为，3个人客拢有相当的背景，却是敢若为着车钱尔就拍死运将，涉嫌伤害致死罪。因为这3个人佫牵涉到销毁证据，已经互法院裁定收押禁见。